做运动会当互咱身体健康，不过姿势若是走正去，颠倒会着伤。工研院开发一项新的技术，利用人工的智慧，亲像教练同款，随时分析运动的姿势，提醒使用者爱安怎调整。专心拍五路虎，不过煞唔知影家己的姿势到底有正确无。即马透过工研院 AI 智慧，会使记录分析拍球的姿势，而且佫会使第一时间提醒使用者安怎调整。那我可以透过那个手机的 App 来侦测我今天的练习动作表现得怎么样。那我也可以自己去观看，或者是把这样子的记录呢传给教练来帮我调整说，什么地方可以再做修改。做个人化的这种客制的一个分析，然后包括比如说你的挥杆的这种姿态，它可以给出一些个人化的建议。比如说你挥杆的轨迹，我们都可以掌握，并且回放给你去做观察，提升你的训练能力。另外，还有这套智慧棒球训练系统，利用 MR 技术，看目镜透过360度虚拟画面，结合姿势录影，提供拍棒球姿势调整资讯。其实几个工程师本身就是蛮喜欢打棒球，然后平常也都会去一些练习场，自己本身就可以开发一些影像的技术，然后才想说透过这个技术呢来拍摄，然后来感测我们的姿态，让我们可以知道自己的打击姿势这样子。愈来愈侪科技应用在运动产业顶悬，原本单纯的运动加添趣味，台湾运动产业嘛慢慢进入虚实结合的新未来。记者狄君豪，新潮报道。